所以今年我们水试所里面的试验研究同仁，他们掌握了一个所谓让附着性藻类增生，但是呢丝藻的生长又会被抑制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们今年成功的去生产出超过1池生产超过50万颗的0.5公分的种苗，所以今年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那希望能够把这些种苗去把它放流到比较适合放的地方。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钟螺它这个样子，我们放流以前都是用人工潜水下去水里释放。那放下去以后呢，就会像这个样子，有的呢它是朝上，有的朝下。那它那个软体比较柔软的部分呢，它就会暴露在捕食者攻击的范围内。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被捕食率呢相当高，而且我们常常有记录到刚撒下去之后，甲壳类以及鱼类它的捕食的情况马上就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利用了这个简单的水电行买的鳍管，那我们在3个开口呢都加上管塞，那管塞呢有不同的开口的口径，针对比较小跟比较大的钟螺呢，我们利用不同的开口的口径，那将要放流的钟螺呢放在这个鳍管里面。那钟螺它的喜欢移动的时间大概是在光线比较暗，也就是入夜之后所以我们把这些要放流的钟螺放在3通鳍管内。那等到夜间的时候呢，这些钟螺就会利用它自行移动的能力，那慢慢从这个开口逸散到野外去。那我们自己在人工的环境先去尝试一下，到底这些钟螺必须花多久的时间会从鳍管这边逸散大概是在24小时到48小时内所有我们野放进去的钟螺都会从鳍管那慢慢扩散到野放的地点。那这样子一来呢，就会减少，感觉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单兵出击减少他们集体被捕食者捕食的一个机会。